年紀越成熟嘅話，其實點解人會衰老或者會有病痛出現呢？即係話咧，我哋一部車新車個 engine 係咪好好啊？但到咁上下揸咗10幾20年 engine 其實慢慢係差咗嘅。我哋知道咧，其實咧人體都係嘅，機能咧就慢慢退化，係咪各位朋友？機能咧就每一個細胞入邊咧就有發電站嘅，我哋叫做 mitochondrion。mitochondrion 出事咧，糖尿病會出現嘅，心臟病會出現嘅，癌症會出現嘅，衰老會出現嘅。你咪意思啊，朋友？咁即係話咧，細胞發電站咧點解會退化？個答案咧就係毒素、化合物質、致癌物質、金屬入身體，令到佢嘅機能受損、功能退化。今時今日有好多人接觸毒素、化合物質。如果我哋係要幫身體排走嘅話，咁喺世界各地咧有好多研究。我哋有2樣嘢係唔可以缺少嘅益生菌、益生元咧，係第一部分係幫我哋阻攔唔應該入嘅金屬、化合物質、致癌物質、農藥或者其他嘢嘅。跟住佢入血嗰下咧，係經過個肝臟，肝臟都好重要㗎。你咪意思啊，朋友？